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民进党前立委陈后壁洪检基，伊之前咧做立委的时，涉嫌收家人一间物流公司的乌西钱。专点立法院推动上港法，廉政署20号去敲集市的所在，嘛甲伊含业者约谈9个人。检方审问了后，即马认定陈后壁犯党罪，有串口径的疑虑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，上紧下晡就会开羁押庭。退出此次的选举，是我捍卫清白的开始。2023年被指假借 IMB 诈骗案，陈后壁集中回撤退出2024立委选举北检去年证件，起诉陈耀峰等31人。不过陈后壁遭到各法部分要咧侦办，即马佫被检举在职期间收乌西钱，遭到检联搜查。人去台北的。哦，佫你问伊啊，佫你调。我唔知啊，你去台北我唔知哈。港口经营管理的问题是啊，过去很少人探讨这一块啊，但是我们今天好好的研究一下。陈后壁过去做立委期间，得到推动上港法，佮伫个社群铺7寸的影片，这是伊被检举的原因。检验查出家人一间国际物流公司，为2018年开始，每个月毋若付陈后壁5万，抑过为伊付5万助理费。换陈后壁伫立去推动上港法，双方好亲像无正当的利益关系。查查北检指挥廉政署分14路搜查约谈陈后壁等人，陈后壁太太徐慧茹甲联兴公司正当做涉案。早暗陆上移送北检复讯，经过规暝侦讯，因为陈后壁涉犯违背一部收贿党罪，而且有串证的记录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法院上紧今日下晡会开庭。陈后壁太太是80万高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